支在地新闻，今年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，自公费流感预防下的民众真踊跃，结果煞来出现要自无的状况。以台北市来讲，虽然地方的卫生局伫今年有甲中央加买疫苗，但是根据着各医疗院所残疾的分配，一级安尼分落来。 分到第一线基层诊所的时阵，已经剩真少了，一届敢若会当领到10支左右，意思是相当的无奈。而且一次只能领10支，你想想看，10支怎么打啦？今年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，公费的流感疫苗大家抢要注。不过，全部人都要同一个时间来抢603万剂的疫苗，一间安尼分配落来，根本就无够注。他叫我们轮流嘞，还抽签呢。11号到10号是今天去领，明天呢11号到20号去领。分配问题唔若出现伫基层的院所，就算讲是上大间的医学中心，原来无够用。以台北市来讲，逐工会配发予医学中心300支，区域的病院200支。 地区的病院100支，也有外门诊甲各地方的门诊特区100支。若是社区申请疫苗注射服务，是一届配发350支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社区，如果有接种剩余的疫苗，我们都会把它回补到医疗院所这一块。那希望能够就是尽量去满足这些的需求。 要注疫苗，都要轮流照排，阁毋是逐工有。都因为这疫苗数量有限，都连伫病院内底服务的医疗人员，若想要注射，我那就要甲民众斗阵来排队。合约院所的这一块呢，就是我说的社区社站，我们如果有剩余的量会 控流，当然不一定就是能够全数的满足啦。我想这个大概是各类对象都会面临到的问题。疫苗无够大家注，就算讲是疾管署答应，会继续甲厂商结合，要来买新的疫苗。不过即马世界各国逐国拢抢要买，敢真正买会赴？建议民众伫要注射进前，也是先敲电话问好清楚，才袂白走一抓。